100出頭嘅現切牛肉火鍋咧，就齋呢幾盤咧已經食回本啦，性價比非常之高，而且每個牛肉部位都係任食。據說佢哋用咗3個月送出風靡各地城市，新店已經開到嚟珠海九洲道啦。譚三娘鮮切牛肉火鍋，依家帶你去食下。帶埋1TB 嘅位去做佢喺2樓喎。你睇下師傅喺度切緊牛肉啊，牛肉都係鮮切嘅比較好。哦，好，肥牛，謝謝。哇，很新鮮啊，都是乾切的。除咗牛肉，仲有好多打邊爐嘅食材，牛蛙、毛肚、皇后都有喎。小龍蝦、各式小食、燒烤都係無限任食。嗰啲嘢飲咧非常之豐富啊，幾十款品牌酒水嘢飲任你飲，仲有鮮榨果汁，一滴水都唔加。有6種唔同嘅湯底嘅，我揀咗潮汕湯底同埋紅湯湯底。匙餅咧600秒就得啦，配沙茶醬超正。入口非常之爽脆，唔怪得咁多澳門人出嚟珠海食嘢啦，真係又新鮮又抵食。如果你仲食得落嘅，仲可以 DIY 紅燒牛肉麵，放膽去食，唔浪費就 OK 啦。澳門嘅朋友仔喺拱北口岸打的過嚟譚三娘九洲道呢度咧，都係10幾分鐘嘅啫，非常適合一家大細聚餐。仲有好多嘢都未介紹，想食嘅就過嚟試下啦。